瑪嘉烈同大衛喺嗰程車上面遇上咗，然後就成為情侶。之後就做盡所有情侶會做嘅事，行街、食飯、嘈交、和好。戀愛根本就係三幅被，每對情侶行嘅路都幾乎一樣。浪漫過後就要面對現實。瑪嘉烈同大衛而家就行到呢一步。所有話自己適合獨居，要有私人空間嘅人，只不過係仲未揾到一個想同佢一齊生活嘅人。冇人天生係獨家村嘅。瑪嘉烈應承咗同大衛同居，好事嚟啊！可以令一段感情變得更加立體，睇到情人嘅真面目，都係一種挑戰。瑪嘉烈鍾意食完早餐先刷牙，大衛就要刷咗牙先食早餐。瑪嘉烈要開住電視先瞓到覺，大衛有光就瞓唔到。相愛很難，相處更加難。兩個完全唔同嘅人要喺同一個空間相處，要互相遷就、妥協、忍讓，就係為咗有人一齊返屋企嘅呢種感覺。情人同自己嘅朋友成為朋友係一件好事，但係當情人同自己嘅朋友成為好朋友，就會係一個麻煩。我同你到底係邊一個我同邊一個你呢？我鍾意你鍾意我，我鍾意你鍾意我。大衛反覆諗緊呢句說話。如果瑪嘉烈係因為呢個原因而同佢一齊，大衛覺得冇所謂，至少佢嘅付出有維繫呢段感情嘅作用，唔係所有付出嘅感情都有價值。裂痕最初出現嘅時候，通常都冇人為意，以為過咗去就算。感情嘅缺口唔會係一朝一夕形成，經常話被第三者介入，其實第三者根本冇心。大衛覺得同戴亞文見面係一個唞氣位，通常閉一口氣越耐，要唞嗰啖氣就會越大。思想係最難控制嘅，越係叫自己唔好諗，就會諗得更多。瑪嘉烈呢一刻唔想自己想入非非，但係佢控制唔到，一雙又大又厚嘅手，而家喺佢嘅頭、肩、頸，再往落去會去邊度呢？大衛最鍾意食窿邊嘅蛋，佢自己永遠都煎唔到。今晚瑪嘉烈爭住幫大衛煎蛋，佢想幫大衛做啲嘢，煎隻蛋都幾好啊。大衛唔係食唔飽，佢只係想食再多啲嘢，沖淡咖喱羊嘅味道。呢度有兩條鎖匙，一條想留住瑪嘉烈，另一條想打開佢嘅心。瑪嘉烈將兩條鎖匙放埋一齊。佢想比較兩條鎖匙嘅分別，偷返嚟嘅嘢永遠都吸引過囊中物。大衛聽到戴亞文叫佢道理王，忽然有一種甜蜜親切嘅感覺。曾幾何時，瑪嘉烈都係咁叫佢。大衛以為只有瑪嘉烈先可以俾到呢種感覺佢，點解第二個都可以嘅？可能太掛住一種感覺，會令人產生幻覺。人與人之間最適當嘅距離就係適可而止，走得越近，感覺會越遠。無論你有幾愛嗰個人，都唔可以太親近。喺天長地久之前，我哋要學識點樣分開。好耐之前，瑪嘉烈為大衛煮咗一碗酸辣湯。大衛問佢：酸辣湯難唔難煮㗎？於是瑪嘉烈就解釋咗一次酸辣湯嘅做法。今日大衛想再問一次，佢希望可以返返去以前，然後將酸辣湯嘅做法永遠擺喺心裏面。我哋習慣將回憶擺喺心入面，不過有啲人會將回憶擺喺個盒入面，然後將個盒擺喺心裏面，係怕會失去呢種回憶，定係怕佢會走出嚟呢？每個人要行嘅路都唔同，有人向前行，有人兜兜轉轉，有人倒後行。但無論朝住邊個方向行，都會有機會遇上。感情嘅世界其實都係一個循環。感情出現謎團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好想知道答案，但係唔係所有事情都會有答案，唔係所有答案都係真相，唔係所有真相我哋都接受到。好多年之後，大衛諗起呢碗粥，仍然會記得嗰種澀。而喺好多年之後，究竟佢身邊嗰個人係咪瑪嘉烈，根本唔重要。
因為有啲傷口，無論係咪繼續同嗰個人一齊，根本都唔會好。當發現自己變咗心，可能或者會覺得內疚，但係你最希望嘅唔係同情人坦白，而係希望對方同你一樣愛上另一個人。大衛選擇相信瑪嘉烈，明知道未必係真相嘅全部，佢仍然選擇相信，因為佢知道維繫一段感情最重要嘅係信任，而且大衛明白真話係需要勇氣先可以講得出口。你擁有自己愛嘅人係你嘅福氣，但係有其他人同你一樣，甚至比你更加愛佢，呢一啲係佢嘅福氣。愛一個人只係想令佢快樂，快樂由邊個製造重要咩？人唔會永遠都一心一意，總有一剎那會為其他人而動心，而其中一個心動嘅原因係佢令你勾起快樂嘅回憶。人總會想擁有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嘢，但真係有機會嘅時候又唔敢要，因為一旦接受咗就會失去自己。最難行嘅感情路係要喺裂痕上面裝作若無其事，從頭嚟過，其實只係一個願望。新生活令人充滿期待，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，新生活只係一種掩飾，因為佢哋仍然活喺過去。有人用一生嘅時間去留住一個人，但對方只係用一剎那就決定離開。永恆嘅愛情係嚟自單方面嘅心甘情願。究竟係離開需要勇氣，定係留低需要更大嘅勇氣呢？達爾文選擇離開，大衛選擇留低，佢哋兩個邊個會快樂啲呢？愛情係一場持久嘅考驗，要到達終點就要識得回到最初，諗翻起當初愛上呢個人嘅原因，然後說服自己繼續愛。瑪嘉烈同大衛